珠海三冇板塊之前160萬，而家總價80萬。呢套126平方嘅大4房啦，客廳開間6米闊，誇張嘅係8米闊嘅陽台，睇出去就係咁靚嘅湖景，頭排無遮擋嘅湖景，整個環湖跑道都有4公里。呢一套126平方咧，120%嘅得房率，南北通啊，2個陽台，呢邊係次陽台。6人嘅餐位，半開放式嘅廚房係帶推拉門嘅，入門口就係公共衛生間，仲有書房。你睇書房都係景觀窗哈，咁靚嘅餐客廳位置先，有冇喜歡嘅朋友仔呢？首期都係3萬蚊就可以拎包入住啦，月供大概係4500蚊左右啦。呢邊咧就係兒童房、書房，仲有主人房大套間嘅位置啦。主人房套間啊，你睇。但係270度嘅飄窗，睇出去咁靚嘅湖景哈，係帶有私家衣帽間、化妝間嘅，仲有獨立嘅洗身間位置，直達翻香港同埋澳門嘅業主樓巴。樓下就係巴士總站1